中號我屋企養咗啲金魚啊，你睇下係咪好可愛呢？係喎，嗰啲金魚真係好可愛。不過點解如果裡面嘅石頭會沉落水底，而嗰啲玩具又似金魚一樣嘅會浮喺水面嘅？我都唔知喎，不如我哋問下羅博士咯。好啊。Hello，羅博士。Hello，你哋係咪遇到乜嘢關於科學嘅問題啊？係啊，我哋想知道點解水裡面魚缸嘅石頭會沉落水底，而嗰啲玩具又似金魚一樣嘅會浮喺水面嘅？原來係咁係因為密度啊。密度？咩叫密度啊？密度即係單位體積內所含物質嘅質量，反映咗物質嘅緊密程度。簡單嚟講，即係相同體積下，物質越緊密，密度就越高；相反，密度就越細。咁密度同水嘅浮沉有咩關係啊？當物品嘅密度大過水，物品就會沉喺水底；而當物品嘅密度細過水，物品就會浮喺水面。我明白啦，係因為石頭嘅密度大過水，就會沉喺水底，而嗰啲玩具嘅密度細過水，就會浮喺水面。冇錯啦，咁等我教你哋用呢個密度原理去製作呢個彩虹瓶啦。哇，好靚啊！歡迎各位家庭觀眾同我一齊製作呢個彩虹瓶。首先我哋要準備5款顏色水、糖、滴管，跟住輪流將唔同份量嘅糖加入唔同顏色嘅水。紅色放入10斤糖，藍色就放入7斤糖，而綠色就放入4斤糖，紫色就放入1斤糖，黃色就唔放入糖。之後將糖同水攪勻。然後我哋就可以將唔同顏色嘅水滴落樽裡面，先放最多糖嘅紅色，之後再放藍色。好神奇啊！點解嗰兩種顏色唔會混埋一齊嘅？我知，因為紅色水同黃色水嘅糖唔一樣。答啱啦！當糖分嘅含量越高，密度就越大；相反，密度就越細。我明白啦，係因為紅色嘅水加入嘅糖較多，密度就較大，就會沉落最底；而藍色水加入嘅糖分較少，密度較少，就會浮喺紅色水嘅上面。答啱啦！咁等我哋繼續完成埋呢個彩虹瓶啦。關於密度嘅科學原理，又教咗我哋製作一個咁靚嘅彩虹瓶。唔使客氣，歡迎各位家庭觀眾繼續細心觀察日常生活中嘅事物，發現生活中有趣嘅科學啦！拜拜。